让你不听话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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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干啥去啊？去看看呀！不要去，你没听到吗？都打起来了，你不管管呀？这过一个年，把孩子的坏脾气都给惯出来了，让他外公管管也好。那万一把孩子打坏了怎么办？他是你儿子，难道就不是他的亲外孙了？他还会真打呀？你好好想想，如果咱们出去拦着的话，这他外公还怎么管孩子啊？这孩子以后在他外公面前更不得为所欲为了。这他外公在孩子面前还有尊严吗？孩子现在小，我们不管，等他长大了步入社会了，就会有人替咱们管，到那时我们不是更心疼了？所以孩子在小的时候，我们该疼疼该管管，但千万不能溺爱。平时咱们工作忙，都是爸去帮咱们接送孩子，爸在带孩子的时候，咱们就不要插手，他想怎么带就让他怎么带，让他带得自在一些。再说了，哪有外公不疼外孙的道理？